YB 亂評。近年嚟，手機業喺國內嘅發展可謂大紅大紫，就連國內電子行業巨頭小霸王都不甘落後，再推出旗下品牌手機小霸王 X7。我哋一齊嚟睇下，係咪好熟面口呢？究竟銷量如何？我哋拭目以待啦。為咗慶祝萬聖節，國外有一個團伙策劃咗場惡作劇，模擬受害人被肢解嘅情景，嚇到啲路人飆晒尿。而廣州政府為咗迎接呢個節日，都好有心咁喺廣州東部開咗一條有軌電車，令到市民可以感受到節日嘅氣氛。咁喺萬聖節呢日，萬聖娘去咗萬聖圍 check 到有慢性病，後來發現係腎虧同埋做咗虧心事，即係被雙規啦，所以就俾幾位同志帶走咗去飲茶啦。估唔到個腎係咁重要噶。今期節目我哋就嚟同大家剖析下個腎。賣腎 lady，歡迎收睇廣州找腎。今日好榮幸邀請到賣腎專家雪茄茂理專姐為我哋深入淺出、九淺一深咁講解下賣腎嘅行情。有請專姐。大家好，受到 iPhone 6上市嘅利好消息影響，大市普遍都係先升後回。其中中國移植開始勢頭強勁，直線升空3萬蚊，之後勢頭有所收斂。咁喺中國移植嘅帶動下呢，多間醫院手術科都強勢升空，藥物業、保險業同埋殯葬業亦都相繼暴漲嘅。咁專姐啊，大部分市民最關心嘅都係腎臟嘅走勢，你又點睇呢？嗱，喺眾多隻腎入邊咧，8成健康呢隻腎無疑係最為突出嘅，上漲幅度亦都係最大噶。相對於9成健康或者完全健康呢兩種一腎難求嘅情況下咧，8成健康擁有龐大嘅保有基數。呢啲腎大部分來自於少數腦殘嘅大學生或者一啲攀比心極重嘅無知人類。喺供貨充足嘅情況下咧，8成腎從原來嘅5蚊一斤升到而家嘅800蚊一兩，保養得好嘅話，仲有好大嘅增值潛力添。多家集團都紛紛表示願意高價收購。當然有好嘅就有壞噶啦。5成健康呢隻腎宣布跌穿底線，最新報價200蚊一噸。聽到呢一個消息後，大量有意賣腎嘅飛機青年都紛紛行上天台。專姐喺度就俾條路你行下啦。呢個係我樓下飯店嘅電話，長期高價收購大量二手腎臟、胃部、肺部等各類內臟，價格重優，要買趁早啦。睇嚟專姐對呢一行真係好了解喎。呢個當然啦，受到海關介入調控內地市場供需嘅關係咧，iPhone 喺內地上市之前咧，供貨普遍緊張嘅。咁由於秋風起食臘味嘅原因咧，國內腎球腎片嘅需求量大幅下降，好多市民都轉攻呢個國外市場嘅，導致國外市場腎臟短時間暴漲到160萬一隻。喺國外賣完腎之後，翻嚟用20萬裝翻隻8成健康嘅，仲轉型做埋百萬富翁添。呢種違反市場規律嘅內銷轉出口商業模式，相信成本好快就會出台相關嘅政策，制止呢一種影響市容嘅行為。好嘅。咁賣腎嘅市場表面上順風順水啦，實質咧又暗藏暗湧。專姐你又點睇啊？咁喺 iPhone 6公布價格嗰日開始，沉寂咗1年嘅賣腎市場開始出現回暖跡象，普遍高於市場預期。雖然外國市場勢頭強勁，但 iPhone 公司延遲內地上市時間，所以內地市場一直都係高開低走，冇咩太大嘅波動。不過咁啱，今年 iPhone 6同埋牛3星旗艦機同時上市肉搏，加上各大品牌推新機進行追擊，多個利好消息刺激之下，相信好多市民都已經開始苦邊走撈領頭羊，務求到時買個好價錢。但係各位要小心啦，根據以往經驗，iPhone 上市前期價格普遍虛高，各大黃牛趁住個勢着晒 turbo 咁，務求有咁高炒咁高，成個大市睇上去順風順水，實質暗藏暗湧。更有消息稱iPhone 公司準備同各大醫院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計劃喺每一間專賣店隔籬設立賣腎點，做到即切即賣，即賣即賣嘅。如果消息屬實嘅話，表示市場上嘅大鱷開始出手啦。作為小市民，小心隨時俾人揸乾揸淨。你個腎賣到幾多錢唔係問題，你有幾耐命玩 iPhone 先係問題啊！所以賣腎有風險，iPhone 更值錢。專姐嘅回答九淺一深，好多市民聽咗都充滿快感。專姐你講到個市咁險惡，市民又點算啊？其實要避開風險，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撥打我樓下飯店嘅電話，或係雪茄茂理介紹嚟嘅保證價格實為豐儉由人。唔理賣腎、賣胃、賣肺，甚至賣身，一律10蚊，10塊錢買不了吃虧，10塊錢買不了散彈。進來看一看，瞧一瞧，不用問價，不用講價，通通10塊，即賣即做，即點即蒸。等你賣得開心、賣得放心嘅同時，仲可以食自己添。專姐嘅回答果然風趣幽默。觀眾張小姐打電話嚟，話有啲問題想請教下專姐，一齊嚟聽下張小姐嘅電話。你好啊，張小姐。主持人你好，專姐你好。張小姐你好，有咩可以幫到你呢？係咁嘅，專姐，我個腎養咗1年，日日都苦邊撈飯，諗住遲下出手買個好價錢，咁我就睇啱中國移植，唔知專姐你點睇呢？按照走勢嚟睇，中國移植嘅勢頭的確係幾唔錯嘅，但喺年頭傳出新聞就話，中國移植做完手術之後，試過將手術工具遺留喺患者體內，其中包括雞蛋6隻、糖呢2茶匙，仲有啲橙皮添，仲留咗個空位可以俾高比喺面轉生成個3分波。加上醫院食堂曾經出現大量來歷不明嘅爆炒腎球、豬腰釀辣椒同埋麻辣腎片等嘅菜式，受到呢啲負面消息影響，中國移植上年曾經試過跌穿安全度同埋安全線，所以今年就算幾好勢頭都好，大家都要小心。喺大市情景仲未明朗之下，建議各位都係保持住審慎樂觀嘅態度。不過張小姐，加唔加要我問下點解你把聲咁嘅？哦，係咁嘅。上年我就買咗個腎買 iPhone 5啦，醫生話我嘅腎功能唔係好好，叫我冇咩事就打下腎上腺素，食多啲苦邊，飲多啲苦邊正紅花油，結果
果就變成而家咁啦。張小姐，你做咩啊？我而家喊緊啊！我男朋友嫌我啲鬚長過佢，腳毛粗過佢，加拿大毛濃密過佢，要同我分手啊！所以我想買埋另外一隻腎，買部 Y-Phone 6嚟挽留佢。好嘅，多謝晒張小姐嘅電話。下邊我哋嚟睇下收市行情。Y-Phone 上市，有錢人有錢就身痕，所以恒生指數一路升穿2萬支點，成交3萬支點。腎上腺指數每單位升咗83，買腎嘅人多咗，腎虧嘅人自然多咗，導致杜蕾斯工業平均指數大幅跳水6個百分點，成交過3億隻。以上就係今日廣州找腎嘅全部內容，多謝收睇。YB 百科。今日我哋一齊嚟科普一下賣腎手術嘅全過程。賣腎前先要做一個腎臟全方位窺視檢查，簡稱腎窺。然後醫生會將後腰部分嘅皮膚揭開，揾出腎臟嘅準確位置。呢個過程叫腎衰竭。如果腎嘅位置比較深，就會出現緊腎。呢個時候用手係攞唔出嚟㗎，要用專門嘅殼進行剝腎。但係要注意，因為剝腎嘅時候稍有不慎就會大出血。剝完腎之後，醫生會立刻稱下腎重，進行估價。當然亦會用腎上腺縫合傷口。好多人啱啱賣完腎會唔習慣，覺得嗰個位置好空虛，呢種狀態就叫做腎虛。習慣下就好啦。不過如果你唔習慣嘅話，都可以揾醫生幫你補翻個腎。最後要奉勸大家，賣腎要謹慎，謹慎要剝腎，剝腎要補腎。回顧翻上一期 IQ 題，10兄弟去澳門，邊個最快到？答案就係八弟啦，因為八仙過海啊嘛。今期嘅難機係新一代嘅 iPhone 喺外觀上同上一代嘅 iPhone 有好大區別，關鍵喺邊度？知道答案嘅你，將答案發送俾最耀 B 微信公眾號 TopYB Studio， 答啱將會有機會獲得我哋送出嘅精美禮品一份。正確答案同獲獎名單將會喺下期節目公布。好啦，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最耀 B 嘅精彩內容，請訪問我哋嘅56主頁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公眾號。我哋下期再見。